歡迎大家嚟到啦第14屆啦，OK 啊，全港 DSE 模擬試，OK 啊，數學科解題嘅部分。咁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就會係卷一入邊咧甲一嘅部分嘅第7條題目，咁就係一般大家所認識嘅聯立方程嘅文字題啦，咁樣。咁啊，首先講講個歷史先啦，喺過去究竟有啲咩年份考過邊啲類型嘅聯立方程題目咧？咁啊，首先啦，咁雖然聯立方程考得多嘅，咁但係有2屆咧，其實就考過嘅，分別就14同24年呢2次啦，咁樣咁其餘年份都有噶啦。咁其實因為佢考嘅涉獵嘅範圍都廣泛嘅，咁所以呢度咧大概就做過少少整理，話俾大家聽。咁先講咗呢度先啦，咁大家比較容易啲入手嘅，咪有一啲基本啲嘅題目咧。你就可以參考翻12年啦、13年、20呢3條嘅咁樣。咁如果你話真係好熟呢啲課題咧，咁其實你可以先處理咗呢個嘅嚇咁樣。咁然後去到邊度咧？然後咧，譬如你想再做得深少少啦，咁你做咩嘢咧？可以做啲牽涉到百分數嘅題嘅。咁年份就分別有16、20同23呢3個年度。OK。好啦，咁再落嚟啦，OK，再複雜少少啦，係乜嘢咧？就去到 ratio 比例，比例有1:7、1:9、2:1咁樣。你睇過，即係個情況好似就嗰排就會隔一年咧，其實就考一次。OK 1:7、1:9、2:1 OK 咁如果你想打大佬嘅，即係揾條最頂級深嘅出嚟去做咧，咁講，咁就一定係數到咧2018年嘅嗰條關於速度嘅題目。咁亦都特別強調，點解佢會深啲咧？因為其實佢當年咧就考咗5分嘅題目嚟嘅。OK 咁樣，咁其餘嘅方程題目咧，一般都係4分，咁但係考到5分嘅咁樣，咁所以咧，當屆嗰條題目係特別深，亦都係甲一入邊最後嘅一條題目嚟嘅。咁所以你睇到佢個分數或者佢個擺嘅位置，其實你都知道係甲一入邊係最複雜嘅一條咁樣樣。OK，咁大概就俾個框架大家，你要温呢個部分嘅，我拿住對 part 4 part，我應該係要點樣去温咧？咁樣。咁今日同大家選擇考大家嘅，咁就係一條咧牽涉到比例嘅題目。OK 好啦，咁講乜嘢咧？咁其實佢就話有個補習班喺5月份入邊咧，男女生嘅比例咧係2:3嘅，咁一開頭就有個比例啦。咁喺6月成個月入邊啦，OK 咁有54名男生同6名女生就加入咗個補習班嘅，即係人多咗。多人之後咧，佢哋個比例變咗3:2啦。OK 咁喺7月份入邊咧，咁亦都有10名男生同12名女生咧就退出嗰個補習社。咁好啦，咁問啦，咁退出完之後啦，咁7月中入邊補習社嘅男生女生嘅比例數係幾多咧？咁講，OK。咁其實雖然佢係問緊7月中嘅比例啦，咁但係咧，其實咧，我哋係咪一定要係設7月中嘅男生女生嘅人數分俾 X 同 Y 咧？其實就唔一定係咁嘅。OK，基本上咧，我哋只要能夠，譬如佢有5月、6月甚至7月，我哋解決到其中一個月嘅男女生嘅人數嘅狀況咧，其實都已經能夠完成到條題目咁滯噶啦。所以其實我哋做聯立方程一定係要乜嘢切乜嘢咁樣。咁當然最簡單直接嘅係咁嘅，咁但係有陣時候唔係咁方便嗰啲咧，我哋都唔需要一定要跟足呢個指引去做嘅。OK，咁譬如果我哋要完成呢條題目，咁我覺得比較簡單啲嘅做法咧，其實就用 K method K 方法去做。OK，K method 係咩意思咧？譬如話喺開頭5月份入邊，佢就話男女生嘅數量比例係2:3，咁所以我哋就可以設2K、3K be the number of boys and girls。OK，in May respectively。OK，假設 OK，K、3K 分別為月份女生人數嘅情況。
人數啦，數成意思，OK 啊，咁樣人數夠啦，OK。好啦，咁啊呢個2:3用咗嘅，咁用咗啲資料咧，其實坦白講啦，喺甲一嘅題目入邊咧就唔會再用嘅，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暫時唔需要再理會佢啦。咁我哋睇6月咯喎，6月係點啊？6月就話有咁多名男生同咁多名女生加入補習班，咁加入咗之後咧，其實佢哋男女生嘅數量分別變做咩啊？咁本身男嘅就2K，女嘅就3K，咁你加咗14個男，加咗6個女之後啦，咁佢哋個比例咧，其實就變咗做3:1嘅。OK，咁其實大家就唔需要話咁比例咁係咪唔可以寫出嚟㗎？方程式其實唔係嘅，一樣可以寫。寫完之後，其實大家都知道所謂嘅比例只不過係一個分數。咁呢個分數係乜嘢咧？就係前邊嗰個除後面嗰個，就等於前邊嗰個除後面嗰個㗎啦。即係要變翻我哋一般能夠處理可以進行運算嘅方程式啊嘛。OK 咁你寫第一個冇問題嘅，咁但係你轉翻呢個，咁我哋呢條方程式入邊咪就係得 K，我咪可以解 K 咯。咁解 K 之後即係咩意思啊？咁樣個意思就係話5月份嘅男女生人數我哋都知道分別係幾多。咁我知道5月嘅6月有改變，7月再改變，咁我最後咪知道個比例係幾多咁樣。OK 咁大概就係咁樣去做。OK 咁我哋解埋條題目先啦。OK 咁啊唔係好難做嘅，咁啊2乘過嚟啦，隨便乘啦。咁呢度都係嘅，隨便乘啦。OK，好啦，咁啊呢度108減18，咁呢度9K 減4K，咁其實未知數唔一定要擠喺左手邊嘅，擠右手邊都得嘅，冇乜所謂嘅。好，咁最後呢邊就90等於幾多啊？K，咁所以 K 就等於18。最多你覺得18等於 K 呢個寫法唔係好恰當嘅時候，你就倒翻轉嚟寫 K 等於18，就係咁啦。OK，咁 K 係18嘅時候，即係5月份男女生人數係幾多啊？咁佢2K 同3K，咁即係36同埋14啦，對唔對？好啦，咁去到6月嘅時候，人數又變成乜嘢啊？人數就會變成你36加54嘅90。OK，而另外咧，女仔多6個，咁即係60啦。咁但係最後佢再變咩啊？7月份男女各自推出咗10個同埋12個，咁所以佢係得翻80，得翻48。咁所以個比例咧就係80比48。咁當然呢度啊簡單寫一寫出嚟先啦。OK 咁樣，咁我哋都要寫翻落去嘅。喂，好啦，咁啊其實可以直接答埋條題目噶啦。OK 咁樣，咁啊所求比例。係啦，簡單啲就得噶啦，朋友嘅所求乜乜，所求乜乜呢啲咧就最好用。好啦，咁啊即係36加54減10比54加6減12，咁啊80比48，咁記得比例係要約減啦。OK 咁樣，咁所以我哋攞個計數機幫約減，有翻80 over 48就得啦。比3。咁記住啦，係答翻比例因為人哋係問比例 ratio，咁所以咧你個答案咧都必定要答 ratio 比例。咁啲台仔可能會答咗5 over 3，咁就唔正確噶啦。OK，好啦，咁呢條題目咧，咁我哋分享到呢度。咁啊，記住我哋要有個概念，就係話我哋唔一定要係揾乜嘢切乜嘢嘅喺聯立方程文字題入邊。總之就我哋方便簡單啲。OK，起咗個頭先。OK 咁樣知道咗5月份有幾多個男生女生，咁我哋要計佢問嘅嘢咧就簡單好多啦。OK，好啦，咁啊今次分享去到呢度，咁啊希望大家溫書嘅時候可以參考下呢啲年份啦。OK 咁樣 OK，下一次再見。